設計咗件新產品，但係成日都覺得好難撼贏大品牌，資源唔多，冇咩人氣。講真係有種根本做唔起，既無力感，因為我自己都親身經歷過嘅。佢日日見到嘅大公司搞到成街都係咁計，咁廣告我哋細間2-3人公司有冇得拼咩？明知條路難行，有冇方法可以突破呢個困局呢？唔通普通產品真係永遠都俾人壓住？我思考咗好耐，終於揾到咗個轉機。其實我發現可以利用新聞話題做突破口。第一招，將最近嘅熱門新聞直接關聯產品設計，或者寫產品故事時加返新聞元素，佢就會立即拉到大家嘅焦點。第二步就係揾一啲網紅朋友幫手討論產品，等大家自然睇到我。新聞加上網上口傳，就可以低成本做出大量曝光。就靠呢兩個操作，打破咗大品牌先有曝光呢個框架。原來小公司都可以創造自己嘅焦點。小本創業嘅你，快啲積極睇下啦！